就是当下。记得哦，精神会很小，所以尽可能的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就是尽少吃因为越好，身体会越健康。然后我们也越小，然后我们吃饱吃得太饱的话反效果了，不享受，然后就累积使就血液循环不良，血液循环不良以后每个器官的毛病都一直呈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学着说这个好一点，或许跟老先生一起生活，老先生的吃一餐都我们那个小碗大概是7份饭，然后一点点菜那差不多小碗半碗的汤，这样子都是这样子这个生活很规律的，现在健步如飞，或许跟在他后面都要用慢跑步的所以不是说吃的少就这个身体会精神不济不会真的是假如说你习惯的话就是不要吃多，然后多运动身体会健康这个我们大家互相勉励，有时候或许也是。那接下来这个还治本处还治本处呢，在我们心理心法来讲，就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啦，就是我们要回归本位我们每一个呢都是佛都是菩萨，可是我们落入凡尘贪念凡尘被凡尘已经拐骗不想回去所以各位想不想还治本处？回到我们原来是佛的地方回到本处。所以你看文字只有4个字意思就有那么深还治本处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那在我们生活之中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社会做事不管是自己当老板，或是呢这个当职员，也都是在起始啦，都是手心向上钱来我要钱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下班，然后有做生意收摊的时候有没有还治本处？我们都流连忘返，对不对？这个身体把它拖回来了，心都还不甘愿回来所以我们研究经典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身心要一体当你下班就要回到温暖的家所以要还治本处回来这个是我们的每一个都是要这个努力去体会。那么换食气就是呢吃饭，其实回来了就吃饭。饭食呢就是养生那刚才我们讲过，只要能够养生就好了。我们凡尘你赚的钱再多都带不走了等到呢我们一口气不来就拱手让人，全部都完成最重要而是累积一方面呢，假如我们按照这个德化生活健康的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建立我们的真实德本这个德建立我们人的价值完全都建立在有德这个上面，建筑在有钱的上面你有德的话，人家会尊敬；你有钱不一定呢人家不一定会尊敬可是你有德性你利益众生，人家会对你尊敬。
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那个价观就是要了解我们在凡尘有什么价值，我们留给凡尘是什么，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呢要留给凡尘好的典范，就是让我这个一心向善，都是呢朝正理的回归本位，这个呢才是正确的方法。那换时期已经吃饱饭了以后就收衣钵，这个衣钵不收今有挂碍，处理好你身边的事，你都已经有挂碍了，所以这个收衣钵就是这个免除挂碍。那洗足以就是除尘，除掉那个尘垢，我们呢台湾话是洗足以就是把那个凡尘的污垢呢都清理掉，所以这个洗足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心都很清净。然后呼着咒，就是呼着这个咒，然后就坐下来，告诉我们呢正念动，各位浅浅，正念是没有念就是正念，我们有念是邪念已经不正了所以呢不动所以这边呢告诉我们生活之中我们正念不动，你都万年都放下一个念头了，那个叫正念。正念呢不动呢就是了解完全都符合真理。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一方面呢我们都是以离心怀疑，所以各位浅显，怀疑它会产生什么？怀疑就产生颠倒，就跟事实完全不一样然后放肆了以后呢又产生什么？无明了以后呢又产生什么？偏袒嫉妒。所以我们有怀疑然后颠倒然后放逸，然后无明，然后偏袒嫉妒，这个都是连贯一连接下来所以我们在最怕起疑心，一起疑心因为跟事实整个那时候呢我们很容易遭罪，所以这个正念不动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完全都没有疑，没有因为我们正念，我们万言放下，万言就真就显真显的时候正念不动正念那个是佛的知见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进入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完全都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真本就已经进入了所以你只要把它累积，然后你慢慢佛性的功能它的大用会慢慢呈现所以先开始的就是第六特别敏锐，你第六感这个还没有的事情你会感应的然后再接着呢就会有那个五眼六通。我们虽然不追求可是那个是我们佛性的具备的功能作用，它自然有。那我们现在因为被烦恼覆盖，被烦恼都整个盖住了，出不来这个大用佛性大用出不来。那我们现在把凡尘的心不要了妄没有，妄没有真呈现真整个佛性大用会了解整个宇宙天地都是我，就是整个宇宙天地，你看多么宽广到那个状态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真的回
金呢，没，可是啊，我们一定要努力，这个不会上天掉下来，也不可能别人帮助我们，都是要我们自己去修持，自己做，才有可能到达。靠自己努力，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可以35分钟有空，我们做万年万象。各位先生要了解到那个万要一下子都放下来不可能的，所以你画表面上的一些粗浅的，已经呢都被你想千百十，到后来真的放下了，这个都要经过努力呀。虽然我们想得都很快，万年万象，那个是一个目标，让我们知道朝这个目标去做，我们都可以到达。在这个呼作我做正念不动的时候那就这个意思。这个呢是第二个次的心理心法。然后呢，我们就讲层次第三个层次心境。我们修持到达什么心境呢？就是要无我、无法、无非法。各位就可以把文字放下，不用文字。然后我们来围观，释迦牟尼佛已经呢，这个已经成佛了。那他为什么还自己本身呢？去起誓？就是佛不住佛相，佛已经没有我相。我是佛，你们是弟子，你们呢弟子去起誓回来给师父吃，没有，是走一持钵，然后入所谓大乘起誓，就是已经不住佛相。佛他没有说我是佛，这个就是最难的啦，有没有？这个在凡尘有时候都有一个身份地位，然后我们都很靠那个身份地位就是耀武扬威。一到成佛已经是在凡尘是最高的状态，他已经到最高的状态，又不去表现说我已经是最高，没有，他跟众生一样。这个弟子们去起誓，然后呢佛也去起誓，一样平等。所以刚接触佛经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呦，那个都是苹果细节怎么那个是高深的佛理呢？那后来一直研究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在最平常的事就欢乐的都是生命。那最低的、最短的很平时、很平淡、很平常，就是最高的佛理，因为他已经无我相，佛已经没有佛相，无我了。要教导弟子修道，一句话也没说，1250人做都要听了你一句话所谓持钵入社会大乘起誓，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道就在日常的行为之中。道呢不是在我们听的时候才有，不是的，在日常生活那个所谓持钵入社，然后次第其仪，然后凡事本次去收一钵洗足仪，呼作而走，连那个呼作都是无我。所以努力的方向就是呢把这个我相去除掉，因为这个身体的有形有相的我，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用，它呢都是要回归给这个天地，不是我能够拥有。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可以主宰，可以拥有。我们在最年轻、最漂亮、最有，我们就命令他，我要这样平的，不要再变。各位想想，可不可能？一年一年过，
啊都是哦。所以啊，我们很爱此生啊，我们很爱要了解好好的运用。我们借假修真，身体是假的，所以红土真的是佛性，浮如不动，常住不迁。当我们研究了4年的，都已经呈现了，了解到如如不常住不迁的真心佛性，我们都已经能够掌握。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如如不动真心佛性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就请他呢出来当家。所以各位先生谈我们已经习惯6根当家了现在要请佛性当家真的会打架，所以会反复，就是这样那因为够积极，都没有要请佛性当家，当然不会反复，都是6根在当家嘛，怎么会反复？看看你很坚强，马上好，喜欢当家，你过不了1个星期你整个人要抓狂了。为什么？你的6根就这么深根蒂固所以或许都说你听的道理你先跟他妥协家也不要全盘都抓，你让一半给6根，有时候你还听他的啦听6根的话妥协妥协的时候只要时间久了，我们的6根他会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主人。这个时候没那假如说我们一下子就请佛性当家，那我们很习惯的6根后学都一直等提问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已经说我怎么越修脾气越大可见我们都就是还试着看细看买还没有说佛性请出来当家以后我们就可以脱离了6道轮回佛性当家的各位就要了解到一口气不来，我们整个佛性跟虚空融成一体了。那只要说我们没有请佛性当家，我们一口气不来，各位先生要了解到那个时候你的6根他撒手不管，我们佛性要管。可是这个时候佛性管是收拾收拾善后，他没有力，所以就被我们所做的业推了看我们造了什么业，推到什么地方就在6道之中轮转。说我们已经求到了可以回理天，可是各位先生10800年，那以后呢10800年以后呢各自承担，有没有缩小型的墨宝后面那写的明明白白就是这样跟我们讲是呢就是担当我们的10800年，那以后呢各自承担所以我们一定呢借最好时期我们就好好修把佛性呢启发出来然后我们呢生活之中都是佛性来应对，佛性应对不造业没有业佛性应对没有善恶所以所应的都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苦就没有了所以当下就解脱，一直在努力然后这个度化众生就可以了掉我们累世的那一些冤情，所以是最好的时期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道路赚钱看其优手，生命爱狗，我们顾了没有？那有狗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跟整个宇宙融成一体。那看我们怎么努力。你只要说一直就在日常生活观念都放，是万心都放下，没有心的，没有心就是道。那个道就是真心，常住真的，那个心就是佛。所以我们成佛就是这个。都很明确的跟我们讲，只要你万年都放下，没有的，这个就是即心即佛，就是佛。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心发出信心，我可以成佛，早晚。各位有没有把握啊？所以这个就是生活之中我们也过得很快乐，然后也走得很正确，然后他的目标也都没有迷糊，都是确的。所以修道呢不是苦，是很快乐，越修越快乐的才对。假如说我们修得很这个哀怨，那一定方法不对了。所以我讲，晚上睡觉你盖着棉被都会偷笑，就要检讨一下方法对不对，方向对不对，做法对不对，然后呢，就跟真理这样呢，这个能够契合，一契入真理了，全部都是正确。那假如说跟真理不合呢，虽然说眼前有很大的诱惑，不要受影响。因为现在这个是非混淆这个大是大非都不见，都是这个一些那个魑魅魍，不是好事我们会受影响我们错了也以为对，很糟糕嘞，所以我们自己呢要内心建立，就是有，一定有，你要坚持，在完成的价值假如说我们没有坚持，那我们活着真的是跟一般那个小一样，都是生生死死没有一点意识然后我们人万物之灵可以引导整个万物的走向，所以我们就要很坚强自己的那个理念所以在修持的第一个阶段呢先就是没有我了，没有这个身体的我有的我那个呢就是佛，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要到这个状态所以这个身体的我相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借着法来修要法，然后我们修了已经到达目的了，我们就要把法也掏掉。像说呢，我们渡河要执法，我们过了到对岸这些工具都不用了，不用再背在身上。我们还没有到彼岸之前法要，那到了彼岸以后法也去掉，所以我们已经到达无法可学、无法可修那个程度就无生法忍，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生灭我们安住在真理不生不灭的真理上已经没有法相，所以先除掉我相然后再努力修持，到达目标以后把法相也去掉也就没有法相，无我相无法相。然后又告诉我们努力修，离开非法没有非法相，无非法，这样呢我空的法空的，非法空的，一空呢到底了，整个呈现所以
第三个层次讲的呢，就是修持的境界，无我、无法、无非法。这样呢，我们然后再呢，从性理心法讲，然后呢再讲修持的境界。天哥有体会了吗？不一样，对不对？知面有知面的意思，心理心法有心理心法的意思，然后修的就最难体会了。为什么这个1250个人坐着要听讲经说法，佛却着于直播入社会大乘启示？这个很难去体会他在表现什么，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深入了以后我们就是了解到，原来我们修道的方向就是要朝着无我、无法、无非法，已经没有我相的，没有法相的，没有非法相，就已经成佛了，那个是最正确的。这样各位听懂了没？然后我们呢就接着讲这个善见起请分第二，这个十长老须菩提在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就是呢这个当这个释迦牟尼佛趺坐